全台大罢免在后礼拜就要投票咯。今仔日连赢总动员和罢免团体四界去催票，一拿白这票嘛是输人唔输阵，联合起来拼场，呼吁选民做伙反罢免。跟我们一起喊口号：大罢免，大成功！8号7日罢免投票，选前黄金周晚，无奈国民团体、民进党全体党公职也拢叮当，威炮罢团扫街、画下道街无适阵，而且亲中入会。立委苏巧慧阁讲，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前一日说明会将台湾讲作是一个都市，互人无法度接受。国民党的人每次遇到台湾是个国家这件事情就嘴软，遇到中国就腿软。王宏威昨天完美的诠释了公民的愤怒到底在哪里。民进党跟罢团哦，他们呢能做文章的也只是我把台北讲成台湾的一个口误而已。那对于其他辩论会里面的内容，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回应，也没有办法招架。伊画下定下免调集靠红布，连来做今年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指其民进党根本上标。赖清德也说过，把中华民国当作两岸的护国神山，会给台湾带来灾难。那是不是也要用一致的标准来检验？南会明年罢免，民进党主席黄国昌也投入反罢加做南北合。对8月3投票的玉山中溪公投中山会电视发表会辩论会，民进党透露已经邀请核小党市长童子贤做正方的代表。虽然担任民进党智库的副董事长，虽然也获赖清德总统邀请到总统府里面担任有关于委员会重要的成员，那我亲自邀请了童子贤董事长担任其中的一个最后一棒、最重要的代表。童董事长犹豫都没有犹豫，马上就欣然答应了。那被行为正方除了童子贤甲黄国昌本人，也佮有国民党立委洪晓玲、克林留言终结者创办人黄树修、清大特聘教授叶宗光、反方辩论人选行政院宣布是能源检讨办公室副执行长林祖伦，甲台电公司董事长陈文生。记者综合报道。